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有了，赞美耶稣 ，OK， 好。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特别今天也是母亲节，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主日，我们也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妈妈，或者是你自己身为妈妈，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上帝的伟大事工上，能够在养育儿女这样的一个服事上，能够参与有份，来献上感恩。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在今天都得到极大的尊荣，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主日来荣耀我们的母亲，让母亲在今天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服事、为今天的崇拜、为今天的敬拜来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上，为着这一周我们主日向你献上感恩，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也纪念母亲们，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他们的工作上、服事上、管教上、家庭生活的付出上面，为自己的家庭做最大的牺牲跟付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在今天得着当得的荣耀，他们的做工都能够有果效，也为着今天的服事崇拜从头到末了，所有的人员的运动安排、设备的设施的这些的设备都能够完整完全能够来运作，向主献上感恩，祝福我们所有的行程都一切顺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崇拜。
宣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姐妹，我们请静下心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在今天母亲节的日子里，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母亲的身体，孕育我们的生命，养我、育我、顾我、护我，让我们得以茁壮。我们双手合十祷告，在神的爱里，我们做子女的能孝敬父母，做丈夫的能体贴妻子，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在神的家庭里，一家和气融融，沐浴在神的爱里。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边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悦，有盼望。今天所讲的、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能成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点燃新的生命，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享受主恩的滋味。祷告后，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着诗歌敬拜，会众请起立。诸天赞美。诸天啊，皆当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欢心同侍奉，众星宿快来拥戴。众口舌当来赞美主，
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祈文，今天的祈文在诗篇第1篇，诗篇第1篇，在旧约540页。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来，弟兄姐妹一起，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接下来是公祷。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的弟兄姐妹在此有几个意愿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首先，我们为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来祷告，让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华恩堂李信正牧师祷告，为教会冲突、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求主稳定因战争、极端气候引起的全球性物价波动，使有限的粮食、能源有合理的分配，使经济弱势者的生活也能有保障，不致缺乏。愿人们能珍惜资源并善待环境。求主纪念台湾这块土地，新的总统在520就职，求主赐给总统治国的智慧，也愿这位新总统能够符合你的心意。接着，我们用主祷文来完成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接下来圣道礼，我们请
贺兆典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经课第一处在约翰福音17章6到19节，教会圣经新约122页。约翰福音第17章6节到第19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经课第二处在使徒行传第1章15到17节，21到26节，新约圣经120页，使徒行传第1章15到17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了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属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第21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2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2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们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以上是今天的经课。很谢谢贺兆典弟兄为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献诗，等一下我们请儿童主日学。唱完诗以后，请那个预备当妈妈或者当妈妈的，起接受儿子朋友的那个献花。那我们请儿童主日学献诗。
来，还没有拿到的，还有一些妈妈还没有拿到，他们还站着哦，不要让妈妈站太久哈，不要让妈妈站太久啊，谢谢。对，好，各位母亲们，这是你们今天得尊荣的日子哈，谢谢。还没有拿到的，来赶快，还没有拿到的，来小朋友看一下哈，还有谁还没有拿到？还有哪一个妈妈还没拿到？好，还有没有哪一位妈妈还没有拿到？有没有？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谢谢我们的孩子们哈，谢谢他们的服侍，谢谢。神是爱那个小朋友在神的爱里长大哈。那接下来是那个读经。那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5章9到13节。约翰一书5章9到13节，在新约267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见证的。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他儿子里面。人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在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献诗，我们请诗班。
感谢诗班的献诗，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感念母亲。我们有3位弟兄姐妹要我们来做见证，分别是嘉贤、婉莹以及景明。那我们先请那个嘉贤弟兄为我们讲。弟兄姐妹，我们有3位弟兄姐妹，他们要来做见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他们能够在台上讲到自己的妈妈。那有的当然会讲到自己，因为有的是自己也是妈妈啊。好，那我们请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贤弟兄啊。牧师、师母以及各位在场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先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大家好，我不是妈宝，我是妈妈的唯一的宝贝儿子。那我妈妈是世英姐妹，那我们请妈妈世英姐妹站起来，接受大家的表扬。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将这个荣耀归于主。美国演说家、圣经学习俱乐部创始人 Clarence Hines， 他在 Bible Study Tours 文中谈到，无论你身在何处，透过圣经的描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母亲时，会发现母亲是无价之宝，在家庭和孩子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麻烦下一篇。上帝创造万有中，母亲这个角色是从夏娃开始。圣经说她是众生之母，从此定义可以看出造物主的心意。而母亲的生命与生俱来就是赋予3大影响力和3种品格特质。下一页。第一是时刻关心，只在你们中心存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78节。好，下一章。细心教导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言6章20节。下一章。世代传承，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在你的心里。提太摩后书1章第5节。下一页。那有3种品格特质呢？哪3种？我们下一页。1，经常祈祷，从孩子从出生长大，抚养孩子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为敬虔的母亲，祈祷日常至关重要，同时能够培养孩子祷告的习惯。2，坚持不懈，除了祈祷之外，还需坚持不懈的养育、陪伴在孩子身边。生活中有很多不易的挑战，但在那些时刻，母亲更需要坚持到底，紧紧依靠圣经上帝引导的话语，走在真理里。第3，学习放手。尽管母亲可以给予孩子大量的爱、养育、关怀和关心，但总有需要放手的一天。对母亲而言，这是最巨大的一个挑战和学习。结论：无论儿女长到几岁，母亲永远是最佳的支持者和鼓励者。那接下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要为每一位母亲以及他们在孩子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祷告，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无论其孩子处于哪个人生阶段，求你引导带领每位母亲明白你的美意，发挥你为他们量身定制的特质与影响力，并将这些祝福传承给下一代，使下一代都能学习成为敬虔爱主的母亲，以致世世代代走在你的真理里。我们为此你感谢，并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各位。
谢。好，那下一位我们请这个婉莹姐妹哈，来，小心。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讲的东西比较感性。我到今天刚好我满25年，洗礼。那在这25年当中，我从一个小孩母亲的角色，来谈起。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单亲妈妈。2001年，我在1999年受洗。2001年，我得了乳癌，3期末。然后我的小孩那时候很小，才幼稚园跟小学。那么经过2年之后，我先生得了急冻人，所以在4年之后他就过世了，所以我就成为一个单亲妈妈。那非常辛苦的把他们养育成人，但现在他们2个女儿都结婚了，那我也当阿嬷了，他们都住在美国。那我从小在台湾退出联合国跟中美断交之后，我的父母就把我们全部移民到阿根廷。在阿根廷1年之后，我们又辗转到美国。那到美国之后，父母把我们安顿完了，他们就回到台湾，从此就没有再来看我们。你要知道，当时我才17岁，我的小弟才小学，我有2个弟弟1个妹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担任起小妈妈的角色。可是呢，因为我们都是 teenager 反叛，所以每天都在吵架。那没有父母在旁边，所以我们虽然有经济上的支持，可是我们没有亲情，我们没有家庭的爱，导致我们现在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一份爱。那这是一件对我来讲终身很遗憾的事情。那直到我的弟弟妹妹在美国都结婚了，我爸爸妈妈在我30几岁那一年把我骗回台湾，他们认为我应该要结婚，所以就拼命给我相亲，然后我就结婚。可是当我知道我被骗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恨，因为我在美国工作一切都非常的好，然后台湾也不是我所能够适应的环境。我弟弟妹妹在美国都生活了50年，那你们可想而知，对我来讲有多辛苦。那我虽然回到台湾也生了2个小孩，可是我始终与我妈妈的关系都非常的冷淡。我从来没有对她说“妈妈，我爱你”，因为我们不了解为什么当我们在很需要妈妈的时候，把我们4个小孩丢在美国。然后让我们不知道，没有依靠。那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在这一点是我的软弱。后来妈妈过世了，我就搬回来高雄跟爸爸陪伴爸爸。那在陪伴爸爸最后这2年当中，我开始问爸爸说：“为什么你当时把我们丢在美国？”他说：“你们不知道啊，是美国不允许我们到美国去看你们，我们是黑名单。”我那时候心中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有他们的苦楚，他们不是把我们丢下。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跟我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了”，因为她已经过世了。直到我2年前，我爸爸过世之后，我就一个人独居。我在高雄，没有亲戚，没有朋友。那唯一我爸爸也是基督徒，他很担心的是，你要去哪一个教会？爸爸是在德生，可是我不习惯德生，因为都是讲台语。那辗转的在之前的李牧师，他就介绍我来卫理荣光堂。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走过很多教会了，可是我都不喜欢。当我到荣光堂之后，第一个吸引我的是诗班，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唱着唱着唱着，我已经唱了4、5年了，那我就觉得感谢主啊，终于让我找到可以依靠的家，就是荣光堂，然后找到一个真正可以依靠的爱，就是耶稣。这也是我一直祷告的。我希望上帝让我有一个可以安顿的家。最后我要在这里向我在天上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谢谢。谢谢婉英姐的分享啊！我相信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许都就差那么一步，或者是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们总有机会透过天父上帝的传达，让我们能够把对自己的父母亲的爱可以能够传达出来，愿上帝帮助哈。好，那我们最后要请我们的景明来，这个景妈也在场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好，我是荣光堂学青团契的辅导景明。因为我常常在学青团契，所以大家可能不太认识我。我是中文系的，所以接下来会用一些比喻形容，也会用一些经文来形容。我首先谢谢妈妈抚养我跟妹妹2个人长大，一路走来筚路蓝缕，也谢谢她的付出，我才能服侍青少年。对于青少年来说，青少期辅导是很重要的；对于孩子来说，母亲是很重要的。我想要分享一段经文，诗篇23篇4章4节，23篇4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虽然这段经文呢是在讲上帝的陪伴，但那时是妈妈的陪伴与辅导雨萱姐的陪伴，跟妹妹的支持，我才撑过来的。我曾在死荫的幽谷，痛苦且无法自拔，那是一种深渊，感觉是连约拿书中的大鱼都拯救不起来的深渊。感谢妈妈、妹妹，还有众多属灵同伴陪伴我。但今天呢是母亲节，我要特别的感谢她，不离不弃，一直在深渊里面陪我悠游。谢谢妈妈，我真的很爱你。虽然我是中文系的，但是我表达不好，但是我们越吵越感情越好。有一段时间呢，我的状态又是可以用一段经文来做比喻的。约翰福音1章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在黑暗里那段时间，我都拒绝别人。大学时期，妈妈跟我的辅导一直默默地陪伴我，为我祷告。妈妈辛苦您了，我好爱你，谢谢您愿意接住我，但我更要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若没有他，我仍在深渊里面。或许未来我仍会跌倒，但谢谢妈妈继续陪伴我，谢谢你，我爱你。最后用一段歌词来感谢妈妈。毛不易是妈妈介绍给我的一个歌手，他里面有一首歌叫《一荤一素》，我直接念歌词。歌词的第一段是在讲我，太年轻的人，他总是不满足，固执地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第二段，月儿明，风儿轻，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怕我再想起你。好，结尾。虽然我们的个性呢，虽然是一荤一素，
但谢谢上帝让您生下我。你问我上帝到底爱不爱您？我想说，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解答。当然，我也爱您，辛苦了，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那我们谢谢嘉显弟兄、婉莹姐妹跟景明弟兄分享。总而言之，母亲的爱就是上帝爱的表彰。上帝透过母亲这个角色，让我们能够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不管母亲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什么，她就是真心的，她都是为我们好。我们只要感谢她，她所做的都是为我们好，她是真爱，最接近上帝爱的一种表彰。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那个蔡牧师为我们证道。好，弟兄姐妹，我相信刚刚大家听到这些的见证，心里面也相当的感动。或许你也有这样的一个冲动，也想要来跟众弟兄姐妹做分享。那但是呢，因为在台上真的是时间有限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说自己对自己妈妈的感谢跟感恩的话，请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小组里面，然后跟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可以做这些的分享。那能够讲到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都是会让人很感动的。我刚刚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讲说，这个我用台语的话来讲，就是用力的，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如果你能够懂台语的话，那个用力的，就是好像那个塑造那个就是胚土，或者是要做那个叫做这个碗啊，或者是那个瓷器的时候，好像要把它捏塑造成那个样式，那个用力的啊，所以那个妈妈的那种爱，好像常常去塑造跟让孩子能够在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能够有一些的这个兼顾，或者是把它压实，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减少。那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所以曾经这个美国的第2任总统，除了这个华盛顿以外，第2任的总统他曾经这样说：他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强弱，从妇女的身上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一个妈妈能够来塑造一个健康跟好的孩子，这个对未来对我们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母亲们，你们也应该得到极大的尊荣，因为你们在服事上，在服事这些的我们的年幼的孩子当中，你们是参与有份的，而且是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参与者，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能够这样来服事，真的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今天听到这3位他们在分享跟自己的妈妈的互动那包括像我们的嘉贤弟兄礼拜3都要送妈妈来这边参加这个松柏，他自己也来参加，礼拜天也带来这边，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参与跟敬拜，他自己也参加诗班。那我们的婉英姐她也是这样的一个分享跟付出，她跟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感动。那特别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也许对他来讲没有机会再跟妈妈讲这些的话，但是他能够透过在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的当中，在众人的当中，他能够重新把心里面的那样的话跟妈妈来诉说，这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景明这个年轻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时间能够向自己的妈妈表达他的对妈妈的感谢跟感恩，虽然在极深渊的这个死荫的幽谷的时候，他的妈妈仍然不离不弃。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用什么可以比拟？其实类似的，我们只能够说，妈妈的爱就是像上帝的爱一样。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条件的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跟奉献的一个妈妈的形象。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来这个
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现在3C 的产品用的很多哈，那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时代进步太快了，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自己，或是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够来适应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跟状态。那有一个年轻人，他为了要让自己的妈妈知道这个电脑上面的那个 Office 要怎么样使用，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哈。有看到吗？这个找不到 Office 的时候，你看那个儿子做什么？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啊！就拍一张照片，就在这个地方，让自己的妈妈可以去使用这个 Office 软体。因为妈妈找不到，常常找不到，所以他就用这个来提醒妈妈说：“就在这个地方哈。”好，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在母亲节的时候，礼拜天我们可能会妈妈去吃母亲节大餐，或者是我们可能买礼物给妈妈。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对妈妈做这样的一个感谢跟表达？因为现在的母亲节已经比较商业化了，所以可能4月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那个母亲节商品都已经出来了。那除了我们送妈妈礼物，除了我们请妈妈吃饭以外，还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比较更贴心的事情？像刚刚这个照片，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不会用的时候，不会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站在他的角色，站在他的位置上，然后去为他设想，我应该怎么做，让他可以明白，让他可以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的机制。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能够有智慧聪明。除了我们可以用很好的这些的礼物跟很好的餐来满足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除了酒事以外，有没有哪一些，或者是弟子夫妻劳以外，还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表达孝敬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孝顺跟我们讲的比较不太一样。圣经里面讲的孝顺叫做 honor， 意思就是我要荣耀我的父母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孝敬自己的父母，除了我们给大餐，除了我们给礼物，是不是我们让自己的父母亲觉得拥有我这个孩子是光荣的，或者是我们父母亲能够以我们的孩子为荣？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这些的美好的事物当中去学习怎么样来表达爱。除了实体以外，有没有哪一些是贴心的举动，或者是一些实际的行动是我们可以做的？好，那有一首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妈妈的喜欢》。那这个在很早很早以前，在基督世主里面有这一首歌。好，那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还会记得这首歌是怎么唱的，但是他把妈妈的一个心声给道出来。我们在台湾话里面讲说，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时，意思就是等到你能够抱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妈妈的那样的一个用心哈。好，那我来唱给大家听。那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哈。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妈妈的喜欢是什么。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哈。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问山是怎么绿的，喜欢问海是怎么蓝的，还有那星星是谁家的流萤。只有妈妈说傻娃娃，山是因为希望而绿了，海是因他的理想而深蓝，星星是夜深最美丽的眼睛。
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儿女能在爱中成长，茁壮有踏实的人生。这样的喜欢是丰富的爱，愿旅过青山，深蓝过海。小小时候有好多喜欢，喜欢听风是怎么笑的，喜欢听雨是怎么哭的，还有那白云为何在天空流浪，只有妈妈说傻娃娃，风是因为你乖才笑的，雨是因为你爱闹才哭了，白云有蓝天做最美丽的家。长大后我才明了，妈妈只有一个喜欢，喜欢她儿女在痛苦中坚强，喜乐勇于面对人生。这样的喜欢是完全的爱，比春雨滋润，叫春风暖。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这一首歌，如果你是妈妈，我没有刻意要好。如果你是妈妈的话，我不晓得你唱到这首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不会表达你对孩子的那样的一个心意？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表面上当然我们都会跟孩子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教导或者是比较硬的言语。我们刚刚听到有姐妹们弟兄姐妹在分享说，有时候爸爸妈妈或是妈妈有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硬的话，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强势的话，要来好像来教训或是教导。但是事实上，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心里面那样的一个渴望，希望孩子能够健康茁壮，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将来能够来建立自己家庭的人。其实妈妈的心都是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可能妈妈的表达并不那么样的完美或是完全。我们常常在家里面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的唠叨。可是事实上，真的当你到某一个年龄层，或者是当你到某一个状况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最喜欢妈妈的唠叨。我记得我在大学的在大专的那个就是成功岭的集训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当难受的事情。我不晓得各位第一次离家的时候那样的状况是什么，但是在我那个年代里面，男生的离家就是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可能去到部队里面，或是可能去到大专集训里面。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希望听到的东西就是妈妈的唠叨。如果妈妈能够再唠叨的话，当然回到家里面，妈妈唠叨又开始觉得心里面不太舒服了啊。但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能够再听到妈妈的唠叨。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妈妈的唠叨很多。我记得曾经跟各位分享过，有一位姐妹，她这样说，她说她在学打拳的时候，打太极拳的时候，老师会一直不断在她的耳边告诉她，你要放到什么姿势，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她也觉得老师很唠叨。可是等到她回到台湾的时候，当她自己要练习打拳的时候，老师的声音一直在她的耳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妈妈的唠叨，有时候我们可能听了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什么又一直重复这些？可是当我们到某一些情境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听到妈妈又再唠叨一次。
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话也是这样，有时候上帝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抗拒，也会有一些不喜欢。但是当上帝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在无助跟彷徨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帝的话提醒我们，愿上帝来带领。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母亲节的一个由来，我相信很多人也能够看到在我们的网络上面都会有。那最早的母亲节就是这个贾维斯这个姐妹哈，她为了纪念她的妈妈，然后在教会里面举办的一个纪念的活动。原本这只是一个她自己的一个发想，希望能够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却变成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全世界性的，包括到现在有很多的宗教信仰也都同样用这一天来当做一个对母亲的一个想念跟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只是做一件小事，但是这一件小事有可能可以成为将来影响世界的事情。特别我们看到妈妈们在家里面，也许可能并不是一个很起眼的角色，她就是一个供应餐食，能够来教导孩子、教养孩子，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维持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功用。但是一个妈妈，也许她的影响力可以影响到全世界。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将来被上帝使用的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今天是当妈妈，或者是当爸爸，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当主日学的孩子，我们都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责任，让我们养育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妈妈或是这个家庭的美好的见证，可以看到这个家庭里面他的家庭教养、他的教育，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在孩子们的身上。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的父母亲，所以同样的，从我们的孩子们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影响力是什么。好，所以刚刚提到这个贾维斯这个是他原本希望这个是一个纪念妈妈的时候，但是后来他也相当的不高兴设立这个节日，因为后来商业性太重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除了在商业性上面，当然它是一个全世界的节日，免不了会有商业性的活动。那但是除了这些以外，让我们多一些思考，今天可以为自己的妈妈做些什么。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请大家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要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推荐信。这个推荐信是什么？是上帝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人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家庭里面的教养跟教育是什么。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3章第3节的地方，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心板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可以活出基督的信仰，让人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帝为我们做见证，他把这样的信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经文里面第9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上帝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上帝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就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见证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好，用什么来做这个见证？就是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提到的永生，就是见证。我们信耶稣的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会不会说谎？应该不会吧？所以上帝的见证是真实的。上帝如果说他做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那表示我们的里面那个见证是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
还是只是因为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或者是跟着自己的这个朋友来，但是那个信仰没有真的见证在你的心里面。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讲得出来，就表示我们的见证是真实，而且是又活的，因为我们能够将它陈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跟人讲见证的时候，要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内心真实的见证就是最好的奖章。所以，不是用高言大志，不是用很多美好的言辞，而是用我们里面真实耶稣基督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也想认识上帝，不是因为看到我们的热心服事，也不是看到我们好像拥有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我们得着了些什么，而是看到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跟过去不一样，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这个使徒约翰透过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将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好像一封信一样。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像广告单一样，上帝透过我们来为他做广告，让人能够看到他是这样的真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11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这见证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神的儿子就有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见证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耶稣借着圣灵住在那些相信他的人心中。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信神的人知道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活出的样式就是基督的样式。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信上帝的儿子就有爱上帝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上帝？因为信神在我们的里面，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有爱跟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里面能够有对上帝的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激动在你的心里面，能够有这样的感动在心里面，那就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显出来。所以透过爱接纳真理在我们的里面。要怎么样接受真理在里面？唯有透过爱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来领受上帝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个，信上帝的儿子就有上帝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就来见证基督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样说：我们的光要照在人前，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行为也来见证荣耀基督。第三个，信上帝的儿子就住在上帝的里面。所以你怎么确定你住在神的里面？当我们信神的时候，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约翰一书4章15节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有永生在里面，有神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就确信我们是信靠上帝的。好，所以罗马书8章14节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时刻被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因为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爱跟恩典当中。今天让我们跟圣灵一起同行，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能够走在上帝心意的里面。信神的人有神的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愿上帝祝福我们。特别我们也都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一个家庭的教育，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样式。人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好的行为来荣耀我们的父母亲。我刚刚讲了，常常我们会听到爸爸妈妈的劝醒，在箴言里面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说要纪念母亲的法则，要常常思想父亲的教导。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生活上、行为上能够来荣耀、见证上帝，也来荣耀跟见证我们的母亲在我们的身上所做的这些美好的教育跟养育。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母亲节的主日的时候，使我们有机会来思想跟纪念自己的母亲。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母亲在我们的身上所塑造的一切，让我们能够透过母亲的话语、母亲的手，还有母亲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成长跟茁壮，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跟健康的人，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来荣耀见证上帝，也来荣耀我们自己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延续好的美好的传统，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够因着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延续家庭当中的美好。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牧师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结束今天崇拜结束后，我们会需要拍一个大合照。那也是透过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请大家不要马上离开，我们会尽快的能够来拍一张的大合照，让我们都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跟自己的母亲、跟自己的家人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照片。那当然，也许自己的母亲不一定今天有来，但是我们当中有很多像自己妈妈一样的爱心的长辈，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拍照，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主里面，在爱里面，我们是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谢谢那个牧师的分享哈。那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趁我们妈妈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孝顺她。妈妈在我们这个年代，小时候我们就叫阿母。阿母是个非常亲切的那个称呼。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我们都会说阿们。听到阿们，就会想到我的阿母。因为阿母就代表了千言万语，代表了千千种种的爱在里面。我们趁着今天母亲节，我们一起来纪念我们的母亲。接下来是那个回应奉献礼，回应诗歌《乐哉家庭》，弟兄姐妹请起立。
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来介绍一个新朋友，庄淑慧姐妹。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着我们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来唱2遍。到第2遍的时候，大家彼此拱手问安。我们成为家人。接着呢，教会事工报告。今天是母亲节主日，我们特别感谢
见证母亲人感恩的嘉贤弟兄、婉莹姐妹，还有景明弟兄，谢谢他们的分享。那教会有预备母亲节礼物给在场的母亲们，请与主日结束后向招待的同工或者到办公室去领取。那今天因为母亲节，所以那个诗班练习以及成人主日学暂停一次。那本周就5月15号星期三，联谊会会前的祷告7点半在高雄卫理堂举行。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为联谊会的开会顺利及宗派的发展来祷告。那5月16号，我们荣光堂查经祷告会合并与联谊会祷告。那总会联谊会将在5月17号，就星期五在阳明山福音园举行。本堂由我们蔡文蔡牧师以及赵一兰姐妹代表参加，请为堂会代表出入平安来代祷。这个礼拜日就5月19号，卫理师教案讲台，本堂台语堂将由林志坚牧师讲道，华语堂将由奈林牧师前来分享，我们蔡牧师将到大直会堂讲道，我们请为牧者往返平安祷告。教会委会开始做少子化的宣导，将于7月减少周报量到1/3。办公室会在各个群组发电子周报以及通知，减少纸张的使用。接下来卫理神学院6月1号，也就是星期六上午10点，会透过教区举办老师我在神学生的讲座。那地点是在我们高雄卫理堂，邀请弟兄姐妹参加。神学院将透过学生的学习见证与收获，鼓励弟兄姐妹参与学习。那要报名，请向办公室或那个玉华师母来登记。教会将在6月22号，也就是星期六，举办59年堂庆的爱心福音园游会。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投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邀请服务朋友一同参与。那二手义卖物品已经截止收件。教会将储备儿主师资以及青少年辅导，欢迎对儿童以及青少年教育及生命教育负担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为教会各项事工来推动复兴守望，也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每个礼拜4早上7点的查经祷告会。那最后一点就是总会就卫理宣教育大楼的建造，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为此来关心祷告，并支持奉献。奉献请注明为总会教育大楼，请奉献这个作为扣抵税金使用。以上。请牧师有没有补充的？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再强调一下，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我们都有准备一份这个礼物啊，所以请大家要记得来领取。那我们在主日后，我们马上就要拍照，那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我们3楼、4楼都一样哈，请我们能够下到3楼来，然后我们要一起拍一个大合照。那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拍照当中，还有这些的我们的今天的庆祝当中，我们的妈妈们都能够得到极大的尊荣哈。以上，谢谢。在肢体消息，请弟兄姐妹们自己参照桌报。弟兄姐妹，请起立。3、1，送。我
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爱我们，赐给我们母亲，让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愿你祝福我们所有的母亲们，在今天得着尊荣，得到荣耀，他们所应当得着的。主你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来被自己的儿女所尊重，被自己的丈夫所这样的一个尊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个家庭都在你的里面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受。弟兄姐妹，请坐。电乐。我们请大家帮忙一下哈，我们要一起拍大合照。那可能前面需要3张椅子，可以拉到前面来。然后我们其他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可以站哈。然后我们当中的长辈年长者，我们就坐着拍让我们可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排哈。来，我们来，请大家帮忙一下。大概前排3张椅子就可以了，谢谢。好，我们依序哈。